大家小等者哦。即摆声音应该真正常啊吼。调整调几来工啊，佫无正常，讲袂过。我即摆会当调整到一个程度，就是会当就舒适讲话啊，佫袂杂着音，声音应该拢会有够。毋过我即摆是甲迄落待机影片的声录较大声，所以较听无我咧讲话。小可较降细，恁就听有啊。对啦，因为这是待机嘛，所以还未开始要讲话。小等一下哦，我开 DVR 不好吗？我通常会开耶，对啊。就是可以让人家，就是让互人个登去看。DVR 好像可以直接再关起来，对不对？可以，对，可以关起来。DVR 就是你若拍开，人就会当看你的直播的时阵，佫会当捌久。啊，你若无拍开，啊，人就是爱一直看上新的，就是看你上新的你的进度了，对啊。你干那会当看你上新的进度，别人袂当捌久，对。哦，安尼吼，多谢咱社哥师甲阮讲即件代志，对。好哦，安尼会使啊，我会当甲关起来。好。啊，已经甲关起来咯。安尼应该咱等下咧听的时阵，可能就袂使捌久啊，对，就不能捌久啊，对，即摆袂使捌久啊。看来咱看上新的进度，哈哈。声音嘛是爱个吹好紧绷啊，唔通紧绷。即摆这有 compressor 个 limiter， 所以伊应该是无迄个崩的机会啊。好，差不多啊。我想应该袂够，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啊。安尼我先献身一个。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对，对啦，这咱回放的迄种的，就是爱，就是惊讲你发生代志时阵，人个会个，捌久一个甲你截图哈，对，咱小孙妹来啊，多谢啊，你会当看即阵仔除了调整我的麦克以外，阁有甲一寡新的物件甲藏起哩啊，哦，对，无啊，其实你登报的时阵，你重新放送的时阵，你会当加你的影片啊，敢若是会使，你会当伫你的工作室，就是你要甲你的直播的即个存档放出来的进程，你会当先设不公开，啊，你卡去敢若会当加啦。我是看迄人咧讲，敢若会当加，就是你会当加你无爱的部分加起来。毋过我还未实际操作过，对，嘿啊，来，咱真有经验的即个
我一定爱甲你的名用台语念一摆，应该是念色，应该是色吉希，查看觅是毋是念色？对，色吉希，敢若甲人设计迄种感觉吼。啊，佮袂记你开 BGM， 对，无感冒好，特别好啊啦，我感觉，嘿，甲痰啊，甲即个鼻啊，较少啊。啊，毋过吼，即几工真正流袂少，足渴。前几工的时阵，鼻足渴，听有无？就是哒哒就歹创诶，迄个说较渴。系啊。无算教学啊，我阁无迄个程度，咱设计师小弟弟，设计师小弟，甲阮指示一下安尼吼。对啊，设计师对啊，听起来敢若甲人设计迄种感觉吼。对啊，哦，即阵啊应该大家足接有人会感冒，对啊，咳，嘿，咱多谢咱设计师诶，即个经验的分享吼，用一下讲腔的吼分享。好，差不多要进入主题啊。好，我相信可能袂过较侪人啊，差不多啊。好，来进入主题。先讲一下即阵啊，除了调整设备以外，就是就是甲创一下家己的乱情，嘛是乱情啊，创一下家己的时间。咱属于我家己的时间，就是我看咱桌屏顶面，吼，即个八音仙鼓的主盘的时间，啊，搁想办法讲，咧直播的时阵，面袂安尼中风，提升即个啊，即个面部面部的即个效率，对，啊，搁有我嘛有设计讲。我若人无去的时阵，伊会安怎？伊会有一个台机的影片，咱来算看觅啊吼。我的人若无面部若失去的时阵，嘿，哦，伊就开始弄鼓哦，弄袂停。你若无叫伊停，伊会弄规暝哦。哈哈，啊，搁有我的迄个开讲室。哦，你即马伫画面顶头看到的开讲室啊，会当显示恁的昵称啊，嘿，这嘛是去看人安怎用的处理的，对。所以安尼大家会当直接伫画面顶头看到家己的昵称，对。歹势啦哈，我是菜椒啊呢，对，小可爱合适一下，开讲时个 Q 较长呢，好，啊，即个阮口面的即个字形嘛，当拣嘛，我拣到一个较有，较符合我气质的，对，较符合我气质的即个字形，因为伊有限定啦，伊袂当用恁电脑内底的字形嘛，啊，所以讲你若看讲，即个字形就较。有楷书，伊敢若是较接近楷书的感觉，对，楷书。来设计师，你即摆甲你的台语名记起来哦，连讲有机会你会当摕杀出来讲者吼。因为大家来甲你的喜字啊，看做字嘛吼，设计字就是讲是字嘛。对，设计师，嘿。设计啊，歹势，第二个字爱念吉啊。其实嘛会当念吉啦，啊，但是一般来讲，咱读名可能较活文音嘛，就是爱读设计喜吉嘿。
对啦，名念文拓，对。好，来开始咱的重点啊，好，其实迄个我初海信的时阵，我有写稿，就是咧讲话的时阵，因为咱的会计有甲我讲啊，建议讲咱来写稿一个吼，安尼咧走流程的时阵会较顺。我想咧，对，正确，惊讲吼，拄啊初海信就是我伤紧张啊，写一下稿的。安尼会使互整个流程啊较顺势。确实，因为你人紧张的时阵呢，你会袂记起讲你要讲啥吼。你若甲写起来，就亲像咱细汉的时阵参加即个演讲比赛。当然啦吼，咱已经真做大人啊吼，咱毋免讲照稿念，但是你若写稿写过，放伫你的边啊，安尼你看一下。我就知影讲我写到这的时阵，我是想要讲啥，所以你会有印象。你若写过，你讲话的时阵，你话讲出来的时阵，会较顺啦吼，会较有理路，安尼人大家咧听吼会较清楚，对。所以第一项，我真感谢会计叫我讲一定爱写。一定爱写即个稿，好，其实因无讲一定啦，伊讲伊建议啦，对，我嘛讲爱写稿对，安尼较会当言之有物，就是言之有物啦吼。煞来就是迄天其实我稿是前一天才写好的，前一天才写好的哦，就迄天拢规暝拢咧想讲明仔载安怎拄安怎哦。莫出错安尼吼，搁伫遐演练。迄天是平常日嘛吼，为着这搁有即个请一天假伫厝吼，就伫遐开始准备安尼，就去练习。因为搁有接歌会嘛，所以讲有一寡代志，事后的代志，幕后的代志，就爱先处理，对。你着啉来足认真哦，歹势袂记你掠恁的老话，就是足认真吼。你去找人去人的台联动的时阵吼，咱嘛是会惊讲去人的台安尼造成，若伤过无聊讲毋知要讲啥嘛无好，对毋对？系对。今仔日就完全无写稿我就是大概有一个大纲放伫头壳内底，就大概讲，知影讲要讲啥，就是算是一个练习啦话讲较自由的安尼，因为这个能力是以后一定爱有的嘛，咱无可能讲逐场的直播拢先写稿这伤过厉害呀无迄个时间通来做遮认真的工课，对。安尼豆豆讲，安尼这嘛是一种训练啦吼，训练家己讲话的即个条理讲话爱有米，讲话袂当安尼一直顿定安尼台语嘛袂好啦你嘛是会当练习，对。好，有人咧问讲要背景故事改几摆差不多会使。开始应该讲搁较讲别项啦咱规个初海信迄天的心情，前一暝的心情差不多就是安尼。我初海信的即个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头起先放的即个背景故事的影片嘛我这边一定爱强调因为。有人咧问，伫我的初海信的即个下骹的老话区，有咧问讲，我是毋是诗家写的就对啦就是有人找出其他的诗拢是有伊的来源，无毋对，这拢是即个古诗我甲摕来用。若有诶找无适合的，我就会用一个自创的啦家己创的但是迄创毋是我家己写的就是我有含即个 AI 讨论就
伊帮阮写一个适合我的角色的诗，调真久吼，而且无遐简单呢，会晓参 AI 讲话嘛无遐简单。啊，其他以外，就是迄几条诗哦，应该差不多3条吧。公路，然后刷来这个电梯，公路电梯啊，凌霄的诗，嘿，是叫是请 AI 倒写的以外，所有的剧本啊，剧本哦，拢是我家己写的，对。剧本绝对无可能和 AI 讨论，因为 AI 暂时应该台语文呢，应该无佫无遮顺序啊，对啊。而且我要爱迄种故事的感觉，迄个构想啊，我嘛无和 AI 讨论过，拢是我家己想的。自头到尾就对啊啦，大纲啊，详细的一张一张，逐句逐字拢是我家己想的，对，一定要强调者，因为我惊讲，我讲我其中一项用 AI， 大家就感觉讲。哦，全部拢是用 AI 写的，毋是，我敢若 AI 请 AI 倒写三底古诗尔，其他拢我家己写的。哎呀，无啦，敢若诗尔，敢若写诗啊，敢若写诗尔，对，剧本拢是我写的，自头到尾每一项拢是，就是每一字剧本每一字拢是我家己想的，家己写的，对啊。就是用我看布袋戏的遮个心得、遮个经验，吼，甲它写起。阿慧来啊，多谢阿慧，原来如鸟啊，多谢阿慧。AI 敢若写古诗尔，我阁强调100届。AI 敢若写3首古诗，其他所有的剧本拢我家己写。对，好，来讲背景故事。然后诶，背景故事吼，真正是足小头壳的吼，我应该差不多是伫决定出海神的前2个月才开始写，才开始写吼。嘿，写足久的，真正写足久。虽然讲短啊16分钟尔，我发现讲我电脑内底有装即个全字库，所以讲伊即马掠的有掠着大文字拢掠会着吼。所以你较看，恁较多拍即个咬啦，像较多你着恁内有拍着咬，个敢若咬呢，咬较特殊啦吼，咬伊较多有显示会出来呢，袂歹，伊有资源啊，真好，对啊，就开始就比如讲。我当然是有一个正职的啦吼，因为我无可能是全职的 VTuber 吼，无可能，嘿啊，歹嘛有，我无可能是专职的 VTuber 啦吼，所以我一定是有一个正职的嘛。我就是做我正职的时阵，就当薪水小偷啦吼，薪水贼啊吼，就是上班的时阵嘛有当时啊无解无用的偷写，吼，韩国来到台湾嘛，无可能讲真正敢若做这尔吼，一定是有去做一个工课，无通食吼。你以为武侠小说里面的大侠都不用工作就有钱，就有得吃饭，然后这种好事不可能，一定有做工课，只是小说家无甲写出来尔，对不对？你有可能讲这个杨过，对不对？伊其实嘛是有去打工啊，哎呀。也是这个小龙女，其实对不对？嘛是有去打工，你唔知呢，你无写出来。金庸先生无甲写出来呢，好，所以我嘛有写一个，就伫上班的时阵就偷想偷写啊，掏出碎银子对，对，伫公司是想内容啦，写剧本，为剧本开始就安尼想，对。一开始其实足趣味呢。我感觉写剧本这个物件，我头起先干那设计弦鼓甲八音份尔，就慢慢想，足侪物件是你写到一半的时阵伊雄家己走出来，这灵感嘛，拢是雄家己走出来。
譬如讲上经典的吼，就是迄、个即个杜有义啊，杜有义是写到一半家己走出来的即个人物啊，我感觉袂歹呢。啊，事后的时阵，我发现讲杜有义即个人啊，伊会当帮助即个观众去了解宪古伊较早是安怎的人，就是伊的背景故事，袂甲讲，就是伊进前伫上官世家的时阵，嘿，伊是安怎的一个人哦，会甲伊即个部分吼会较完整嘿。啊，杜有义就是嘛，伊的声哨嘛是我上爱用的，就是迄种老人声嘛。你会发现讲杜有义的老人声，甲线仙的老人声佫无共款哦。嘿，杜有义是较传统的即个老人，嘛毋讲传统，是较活吴文德先生的即个老伙仔的开口。啊，你若讲传统是安那，我感觉讲无传统，因为正讲传统的老人声是安尼，一定爱含路两个。大家好，我是这个怪老主，我今年63，当年嘛63，这是较传统的。啊，你若讲像杜有义迄种，嘿对，迄个做传统。啊，若讲杜有义迄种是伊家己的声哨放互较小可较低，啊较伊的迄个声音较无结甲遮结实，伊安尼松松啊安尼。很小，毋是很小。老儿一定不负你之所托。哦，伊就是有这种声，这是吴德先生较接应的一种声哨。我个人认为吼，较自然。嘿，因为你传统的有这个甘露两个声是为着要互观众讲一个听到，因为咱伫野台戏吼，你一定听迄个声，已经听甲无解明。但是你若有一个特色，吼。安尼，迄个观众就会较知影啊，即摆老伙仔出来啊，哦，因为有当时红仔较细声嘛，啊，你若即个老伙仔声音若，即个声哨若结甲较好，人就会较直接就知影讲啊，这是老伙仔出来。啊，杜有义因为已经后壁应该是拢是即个电视的时代嘛，电视的时代呢，对啊，较有特色。电视的时代的时阵。因为咱有画面，咱有字幕通啊看，红仔佮不哩啊大声嘛，所以咱的声就会当变化较济，变化的方向就会较幼咯，对。安尼吼，就会讲互观众佮较济无共款的感受，所以当即个布袋戏为即个野台为外台戏登到即个电视布袋戏的时阵，其实伊的即个声音的技术、结声的即个技术啊，是会较幼咯。当然是吴文德先生，毋是，当然是为黄俊雄先生的时代，就开始正做电视布袋戏嘛。所以我个人嘛是感觉讲，伊登过来电视布袋戏的时阵，伊的即个声音的技术一定是会变甲正做较幼咯的对。啊，吴文德先生嘛是，就是伫伊较主要是伫电视布袋戏即块嘛吼，伊较少去外台演，所以伊的声哨佫较幼咯。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吼，因为两个拢是爸仔囝嘛，拢是黄家的嘛吼。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是感觉吴文德先生伊的声哨内底感情的即个。转转换啦吼，啊，伊的即个开口，我个人是感觉佫比老爸佫较幼咯。对，这茫讲伤济无，等下佫要冤家。对我个人，所以我较爱听吴德先生的声音吼。好，讲到倒位去啊？讲到伤远去啊吼，对啊，所以对，老人声吼，嘛有一种，就比如讲公路这种声音，就是亲像若有咧看霹雳布袋戏的，就是大概知影嘛，迄个叫做最有名的，我靠呀，我想讲袂出来。迄个剑魔五神州啦，遐物鼓个要杀出来拍，剑魔五神州
先天化的意思就是，比如讲，卡多啊，我爱讲咯，伊是毋是有回音？啊，伊回音呢，伊就是会较有一种先天的感觉。啊，讲咯，就是去模仿五神州啊。啊，只是更加放大，就是甲伊的即个回音吼，伊的 echo 用啊更较大，较先天。因为讲咯是内底上厉害的嘛，吼，伊是王嘛，毋是王啊，伊是主嘛，吼，伊是八人之主，对，较无了老岁啊，伊就安尼。比如讲五神州的即个声诗是迄个嘛，平生尽铁如表风，一家尽在天下空。独向苍天怀灵剑，何必成我？哈哈哈！战英雄。其实伊会较活一般的武声，啊，小快一点点，即个粗声安尼啦，啊，小快一点点闭开安尼，啊，但是其实伊个是嘛是伫即个较活武声的范围内底，啊，但是伊会较沉、较稳，啊。有一个哪后的即个胖区，吼，对，嘿啦，啊，伊应该讲较像中年人啦，嘿，较像中年人对。好，讲啊伤远呀吼，来转来，杜有义吼，伊本身就是写到一半家己走出来，我感觉真好，这是一个真好的即个角色。嘿，虽然讲伊是小角色，啊，伊走出来了后，伊主动，我想讲，哎呦，这个角色家己雄家己走出来哦，啊，伊帮我做工课，做啥物工课？就是甲我的某囝带去即个新古文的秘密所在嘛，吼，讲会对呢，安尼会当叫老二帮我做这个工课，这嘛是临时临要想到的吼，讲安尼袂歹哦。所以我就咧想讲啊，人咧写剧本的时候，反正嘛是安尼。反正一开始有一寡角色是即个大纲吼，就是大纲顶内底无写着、无讲着的啊，一寡小角色伊家己会走出来。因为你剧情到遐，你就是需要即个角色嘛。所以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感觉真趣味。虽然讲是干那十几分钟的即个剧本尔，但是嘛是几啊字，嘛是写真久吼啊。逐位拢爱写个安尼，写个足久诶。啊哥，我家己啦吼，我认为啦，这是我家己认为吼。理论上啦吼，布袋戏诶剧本啊，应该是文言诶台语诶成分较济嘛吼。文言诶台语啊，佮加上咱生活诶即个白话台语。伫黄文德先生的黄俊雄先生的时代，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白话台语更较济哦。当然伊有文的部分、文言的部分一定是有。啊，我个人感觉伊白话台语较济。吼，啊个传到黄文德先生即代的时阵，即个台语白话的部分愈来愈缩小，愈来愈少。因为安那，因为其实是因为编剧的台语的程度愈来愈歹啦吼，甚至讲到尾期，可能反正会晓讲就是讲对台语较理解的编剧，反正愈来愈少啊，拢无啊吼。因为虽然咱讲较早到今嘛有无吼，一定是无人会让用台文写剧本的嘛，一定是用华语写，这无要紧，但是。早期的剧本，我听讲早期的剧本是，对，台语的白话部分是像真假仙这种角色较会杀出来用。啊，若毋是真假仙，大家都先天，大家都歌手吼，讲话就较袂遮白，因为感觉因认为讲话若伤过白的人的迄种假啊吼，会较假的感觉，就是假无遐悬啊，嘿，啊，所以。咱即个剧本的比例，应该是爱文言有啊，白话部分嘛有啊，但是袂当讲即摆的剧本是安那呢？即摆的剧本是文言嘛是有啊，但是伊台语白话的部分，煞变做是华语白话，就是一般咱来讲的白话文，就是华语的白话文啊，甲。会成分愈来愈侪，啊甲
你念的人，你要家己甲即个华语的白话，甲伊当做台语的白话。啊，若你讲的人，比如讲吴文定先生，伊早期的时阵，伊会甲遮个白话啊，甲当互较像台语的白话嘛，吼，安尼就较水气。嘿，但是其实你咧念的时阵，因为我家己有咧想写剧本的即个过程当中，我理解讲，哦，安那话。你若要安尼甲华语的白话咧录音的时阵，直接甲当做台语的白话，其实无遐简单呢。因为咱知影文言的部分就是照念嘛，就是你文言文的部分，你就是照文图，也是讲有当时啊，咱报就是无一定讲诗就是全部100%文图，咱有当时会嘛是白音会南参就对啦吼，我感觉这较是真正布袋戏，布袋戏的诗甲布袋戏的一寡文言的用词，有当时也是文白南参的，无一定拢顺的白文图。来，煞来，过来继续讲白话的部分。文定先生伊会甲这个白话，甲伊当做台语嘛，啊甚至讲伊会家己加一寡笑亏伫内底，对。啊，你若讲你已经工作量伤过大的时阵，啊，你无法度有迄个时间去改的时阵，你要安那？你念的人会安那？直接甲华语的白话直接照念嘛？系啊，就变啊足奇怪啊！比如讲，你讲甲蟑螂，你就讲雄甲讲啊，无就念蟑螂好啊，哈哈哈！玉米哦，你讲即个即个你着迄个。老师上写的迄啦吼，玉米啊，对啊，拢会有即种啊，你就直接看到直接念吼。当然啦，我知影有诶无一定是无诶，比如讲厕所，咱讲便所，但是有诶人会念厕所，我是毋知影厕所是毋是真正讲诶代志，我无确定啦。哦，有人在看到厕所，你就直接写厕所，哦，看到蟑螂，你就讲蟑螂。但是有人在写嘛无一定啦，因为华语吼的部分啊，其实为黄俊雄先生的时代就有咧用啊，有咧用，因为伊是甲华语，我之前捌问过一个台语的教授，伊会认为啦，伊感觉讲吼，因为布袋戏是一种创作的语言，伊认为讲。咱会当甲伊当，其实咱会当用另外一种方面思考，就是讲，是毋是黄俊雄先生其实伊是调故意甲华语的物件三入来用，因为就是讲甲伊夹的就对，甲伊整做一种特殊的语言。只是讲伊迄早的时阵，迄个成分较低嘛，较少，成分比较少。但是你到后壁，霹雳个时代的时阵。成分愈来愈侪，这个时阵就感觉足奇怪。敢会讲到遮来，我意思是讲，我就是开始试讲用台文来写这个剧本嘛。所以讲，咱会甲文言的部分当然是留的。啊，我个人的迄个文学造诣吼，嘛无介够的对啊。所以我毋敢写过伤过文啊，就是淡薄啊安尼啦吼啊。我看较济是白话的部分，因为我有学台文，当然大部分拢是学白话嘛，所以我就是学即个用我的台文的即个知识吼来甲伊写入去，安尼来甲台语的咱生活的台语甲伊写入去安尼，所以我个人感觉讲，你若讲定看布袋戏的人，定看电视布袋戏的人，因为电视报就是即摆即个台数拢足文的嘛，拢足文言的。因凡说听到我的即个广播剧，就是我的楚海神的背景故事影片，因会听到即个白话的部分，你可能会小可顿地讲，但是你若看新民警布袋戏，吼，就真正讲迄个阿玲又讲伊有看新民警布袋戏的时阵，因的生活台语的即个台语的白话啊。成分搁较济，所以较袂较奇怪，可能较袂感觉讲奇怪。啊，毋过若是看即摆不管是霹雳也好，金刚也好，因一定会感觉讲，小可顿地会感觉讲啊，这是啥物吼？
会安尼，会这种感觉。甚至讲有个人感觉讲，文言的台语就是文啊，白话台语就是粗，有哦，真侪人会这样认为哦。但是这有当时这是更较深的故事啦吼。一般的人会去认为讲，咱袂当讲白话的台语伤过济，布袋戏袂当讲伤过白就对啊。其实我感觉无一定，我感觉这是一个比例。当然，布袋戏一定要有文言的部分，安尼较趣味嘛。就应该毋是讲较趣味，这就是伊的特色啊。因为伊是为戏曲来的，这是伊的特色。但是你袂当讲甲布袋戏愈来愈文，愈来愈文，啊，就甲这白话拢去掉，这就真奇怪啊吼。嘿，啊，所以我就是试讲用这种方式写这个剧本，安尼。啊，我嘛感觉讲，我嘛个人嘛，私底下会认为啦，若准讲，哦，这布袋戏的编剧拢会当来学台文，毋知有偌好，哦，就是甲这个台文的白话直接写入去，写伫剧本内底，安尼互这配音员吼，毋免搁伫遐迄个镜头壳去甲这个华语的部分甲伊当做台语，对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理想啦吼，我个会感觉讲伤过理想呀吼。好啦，煞来个讲转来遮，啊，这剧本写了后，好来第一项上困难的工课，剧本写了，煞来就是录音嘛吼。哎呦，毋是专业的配音员，录音的时阵。啊，嘛毋是一个专业的录音师，嘛毋是专业的即个会晓咪物件，咪就是混音啊吼，会晓咪遮个物件的人，哦，其实做侪项工课拢是爱重新学习。咱来为即个录音开始讲，我咧录音的时阵有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讲，我到底是爱用啥物开口来念这个 OS？ 因为我这个剧本大部分我是用这种讲故事的迄种感觉去写的吼，我毋是用迄种电视剧的角度，因为电视剧的角度是，伊的望讲就是爱有较侪台词的嘛，吼，啊电视剧的角度是爱台词较侪，吼。啊，旁白当然一定是有啦吼，口碑部迄个 OS 一定是有，啊，只是讲无我想我遮济，伊会讲吼，两个人咧相拍的时阵讲吼，两个人讲震，这个天地昏咚咚，日月暗无光，吼啊，这当然是有，啊，但是我的剧本我是用一种讲故事的人的这个角度去写，啊，甲这人物吼重点的部分，互因出来演一下，安尼，其实我一开始嘛无设定讲我爱安怎写，只是讲我本来是想讲简单甲做一个简单的背景故事，安尼念过就好啊。结果愈写愈济，佫毋甘抬，所以讲就变做16分钟才长啊。吼，咧录音的时阵，我就咧想讲，即个讲故事的人，我是爱用啥物款的角度？来念，我是爱用迄种咱一般即个咱学台文了后，拢会学一寡，就是有个人会去参加即个迄个朗读还是演讲嘛吼。当然我是咧演戏啦，我无可能是用朗读的即个迄个角度去念啦吼。我意思是讲，咱爱用一般的台语的迄种。开口咧念嘛，袂当讲嘛，用迄种台语的一般台语的开口去讲这个故事，敢是爱安尼？安尼嘛怪怪，因为我是有布袋戏特色的嘛吼。来，我直接讲好啊，安尼恁较听我直接念好，恁较听我咧讲啥？恁若讲用一般的台语的开口是安尼，夜冷风高，想拿来一阵爱人，急急而行，拿来一厝徛一间小屋，两名小童。伫恶前过算，不知危机将至。这是
一般的台语开口，我咧想讲，是爱用倒一种？因为我是咧讲故事嘛，我到底是爱用迄种第三者迄种感觉较济，还是算讲是徛伫迄个环境内底？就比如讲，我是徛伫即个国家内底，咧讲即项故事互遮个人听，到底是倒一种角度较好？后来想想诶，也是用布袋戏诶迄种较紧张诶迄种开口，迄种来念好啊啦，嘛是爱安尼较对啦。但是你若讲自头到尾拢足紧张诶，也是讲即个剧本本来就是自头到尾足紧张。毋过嘛袂当安尼啊！你诶情绪一直放伫遮悬诶部分，安尼大家会听咧会sen呐。我感觉听久你会感觉拢就一直足紧张，一直足紧张诶，听起来安尼会sen咱有所在爱放灵，有啥物时阵爱缩暗这嘛是一个考验嘛，因为我毋是专业诶嘛这是我个人咧听诶时阵诶一种想法。啥物时阵是爱平平互过？啥物时阵是爱紧张？啥物时阵是爱安尼？迄个讲互大家想要继续去听落这种感觉拢是学问啦后来我就决定讲用布袋戏迄种开口来讲，亚令风歌，手拿来一顶黑衣人，急急而行安尼讲，后壁有一寡是咧，就是咧算讲咧介绍猫咪人的就是介绍仙姑的故事啦，还是讲咧介绍魔族做啥物工课啦这就是咧甲即个开口就放较无遐紧张就亲像咧念故事互人听安尼当然八音一定是爱互八个人出来算者嘛所以我就伫第2场的时阵，就赶紧设计迄种八个人初登场8个人初登场布袋戏的旁白比较用在武戏真的比较少。对，对，你讲的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嘛是有啦，原来有，比如讲较少啦。布袋戏的旁白因为伊要互武戏好看，武戏刺激，所以伊会放较济，文戏的部分较少。通常可能文戏可能会用伫即个较可怜的时阵，比如讲什么勇马一生，将归尘土比如讲一个人伊战到要死啊，死去啊，足可怜的，就旁白就开始讲伊的故事安那拄安那足可怜安尼毋过嘛是较短啦，较无讲像即马我的剧本安尼乐长安尼啦即个八音魂呢，即个八个角色这8个角色是差不多当然啦，2年前就想好啊，2年前我咧设计八音仙姑的时阵就想好啊，对所以伊伫我的头壳内底带足久啊，对，线身公道，即个公路线身灭客，飞女公道率先，凌霄颠跳，这个人敢若凌霄捌变过啦。我甲你偷讲者，凌霄因为我这经这8个人其实就是布袋戏内底较接拄到的这个8个角色，就八种声哨就对啦敢若凌霄有变，凌霄伊较早上第1个版本这个小师妹就知影。第1个版本的凌霄做地董，智慧的神童的意思啦智慧的神童这地董所以讲地董就要用什么声哨？大家好，我是地董。我咧想讲，等者练功若要直播的时阵，你讲叫地董出来讲话，我感觉我会足辛苦。大家好，我是志同，大家好，我地董啦。我就要一直用小朋友的声哨讲话，唔通，算了，我还是设计一个类似，设计一个亲像金小开迄种角色啦，较好发挥，讲起来嘛较爽啊，
对对对，讲起来嘛较爽。你袂感觉讲，因为你讲，大家好，我是地洞，嘿嘿，今仔日来到这参大家讲话。哦，我来讲买好，不要不要，这个实在太尴尬了，就爱叫的啦，我讲袂落。啊，你若冷笑就较好讲，哈哈，大家好，我是冷笑，有啥物问题尽管来，讲互我了，逐项我都会当回答甲焦掉，哈哈哈哈哈。哦，我就会当讲，安较好发挥啦吼。恁咧问啥问题，我甚至讲我会当用地动，不是用冷笑的声甲你回答，对啊，地动的声伤过，安尼唔好啦，系啊，较唔好啦。表演这是一个表演的考量，啊，其他的7个人拢无变过，自头到尾就是拢就是因安尼。啊，其实啦，因8个人啊，拢有因家己的故事，我拢写好啊。嘛毋讲写好啊，就是我有写一段啦，每一个人拢一段一段安尼啦。啊，所以若有一天啦吼，我真正这个有闲啦，我开来想办法叫因家己出来讲家己的故事啦吼。对，啊，大家角色拢是因为你若要甲因的声哨搬演就好，一定爱有一个故事嘛吼。啊，咱咧配的时阵，你也知影讲伊背后的故事是啥物？对，啊，其实因的故事啊，就是藏伫因的诗内底啦。应该讲因的诗，我敬的诗，也是讲请 AI 老师写的诗吼，就是拢有甲因的故事藏伫内底。对。啊，第2场的时阵，就是讲啊，这我重点的角色，就是爱互因出来，出来安尼过行一下吼。大家知影讲，八音仙果何为八音啦？吼，何为八音？就是我会当我体内我的骨内底吼有8个角色啦吼，就是有8个人伫我的这个骨内底，会当甲因叫出来附身啦吼。哪像当机咧，迄个叫迄个神明降价迄种感觉啦吼。啊，目前来讲啊，伊的功力阁无够啊吼。伊当时啊，敢若现主是的仙果哦，同一个时间敢若会当叫一个人出来尔啊。对啊，好。啊，煞来讲到第2场啊，后壁，咱录音的时阵呢，阁有思考一件代志，就是讲，我有8个角色呢，啊，我咧录的时阵，我是爱顺啊录过，还是每一个角色放一个音轨，音轨啦，我暂时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就讲音轨啦吼。就是，比如讲，我爱先录线声，甲线声的戏份拢甲录了，较来录即个公路的戏份拢甲录了，啊是我直接照剧本念过，安尼你听我意思无？比如讲，我即摆剧本是线声、公道、电抽，一个人讲一句话嘛，我是一摆安尼念过，还是先录即个角色，较录另外一个角色，甲处理好了安尼。后来想想的吼，因为其实因的台数无介济啦，因为差不多除了公路以外，公路是伊的台数上济嘛。除了公路以外，公路我就甲抽出来，啊，就是安尼录，就是先录公路嘛。啊，其他的角色就是你啥物人出来，我就是顺安尼录过安尼啦。毋知大家听有我咧讲啥无？啊，其实。我捌问过啦吼，应该理论上是每一个角色自头到尾先甲录好了，啊，甲录另外一个角色，安尼，因为安怎来讲呢？因为你配的角色若较济的时阵，就会变成讲你头前后壁若无即个你的声哨若无统一啊，你的音色啊，你的音色若无统一，
就会互人听出来讲，你较会拢勾做伙，你头前安尼诶声是安尼啊，后壁诶声较会变去啊。所以讲应该是每一个角色从头到尾先录了，甲录第二个角色录了，甲录第三个角色录了，安尼分开就对啊。对，我感觉讲分开较好，理论上啊，但是因为我剧本较短嘛，所以我就直接录过。对啊，讲录的台词是算上济的啊。对啊，其实我嘛定念几啊摆啊，讲录的我嘛是定念几啊摆。我感觉足长的即个台词啊，无好念，因为你爱结即个声哨嘛。比如讲，我爱结即个讲录的声，甲伊录起来，无遐简单。因为你有当时你咧念台词的时阵，你伤过注意台词的时阵，你的注意力你会用拖去，你就声哨就结，就是结了无够水。对，这是录音的时阵拄到的问题。所以讲我定录几啊摆，因为我咧听嘛，我家己会搁甲听。毋对啊，这较会感觉念起来，敢若魂飞去安尼，讲到安尼讲到一半，好像变另外一个人安尼啊吼，这袂使安尼啊。所以这部分就是学习拄到的问题，就变做一个养分吼。我愈来愈知影讲，配音这件代志，生做啥款安尼啦吼。好，安尼刷来就是后壁继续安尼行落。好，录到后壁，开始讲，袂歹呢。我感觉即个剧本我家己个录甲足欢喜的吼，就是看家己的故事。小雨你好，你好，安，小雨你好。物语社物语室的 VTuber 小雨就写，歹势迄个日语我袂晓念嘛吼。Alice is coming， 你好，安，你好，安。就是安尼来啦。现在刷来去讲的就是配角，就是即个配角的部分啦吼。配角的部分，录音已经录够久啊。个配角嘛，用种想讲配角较有啥物困难，就安尼音乐甲斗起安尼尔，较有啥物困难？无遐简单，因为你要去找即个会当商用的，就是即种开放版权的音乐嘛吼。第一啦，你要先知影有啥物网站会当找。第二，迄个网站敢有你想要爱的，敢有你想要爱的即个音乐，因为布袋戏伊有一种迄种气氛嘛吼。因为咱袂当直接摕，咱袂当摕这个霹雳来用。我妈每次看到我在看 VTuber， 都问我说：“这是不是动漫画的布袋戏？”阮母大概看到我咧看 VTuber， 都问我讲：“这敢是动漫画的这个布袋戏？”对啊，我感觉真像，因为咱就是一个配咱家己测中咱的翁仔，咱家己母人咱的翁仔嘛吼。配阮的声，这嘛是亲像一个布袋戏的感觉。所以苏建文是第一代的这个 VTuber 啦，对啊。所以讲无啊，你若讲3D 的对不对？3D 的就毋是皮影戏啊，对啊。忙一工我会当想迄个啥公司进前因个金米奖是叫啥物宫崎远哦，宫崎远。伊就含即个素还真共台啦吼，我望家己有一工会当含素还真共台啦吼。讲到对啊，讲到配角，配角的部分啊吼，好，先找这音乐，
吹，因为我感觉讲去听嘛，讲敢若逐条拢袂歹呢，欠，欠一堆，讲前辈啊，对，要被苏完真叫前辈啊，毋是，是我爱叫伊前辈啊，对，前辈啊，是这音乐曲好来，到底什么时阵要经什么曲呢？这真困难呢，因为这嘛是一个学问，因为我发现讲，咱安尼，你若讲这个歌啊，乌白配，毋是讲乌白配。凊彩安尼藏起哩，毋对哦，因为咱咧听觉，咱咧听的声啊，伊会影响到讲，咱咧看即场戏的即个心情，因为声音即个配角伊会去影响到你当下你迄个时阵，你看到即个剧情的时阵，你的心情，所以我感觉这真重要，袂当乌白藏。就是讲，你的剧情行到底，你的音乐就爱配合这个剧情，迄个时阵的剧情来做变化，对。所以有当时啊，我咧用配角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是音乐先出来，有当时啊就是配合这个口碑吼，用这个音乐来做一个转场，对。所以前后嘛是试足济的，对啊。会讲袂歹哦。有一愈用愈有感觉啊，这嘛是一个经验的对啊。因为较具体，我们知要怎讲，就是你放这个配角的时阵，原来是一个足深的学问。再来就是音效嘛吼，音效，这个就是遐个刀光剑影，遐个铿铿锵的物件，迄算是，其实我的想法应该爱搁较济，但是因为这个工课做了，因为我是2个月前才开始创的嘛。这个工课做到后壁的时阵，已经无时间啦，你知无？所以音效的部分就无遐少，但是原来袂歹啦，迄个气氛用起的时阵，这气氛真正袂歹。对。遐音效是我去找一寡朋友有咧用布袋戏的，就甲因讨这个音效来用，所以我的音效。较毋是迄种外口的广播剧会用的，拢是较我布袋戏的，对。就比如讲我的现歌这啊，这就是布袋戏较常用的一个人讲空拳呐，空棍的声，对。安尼背景故事就讲到这，煞来就是。当然，迄个楚海信的即个干宝嘛吼，我遐干宝啊，我一直想讲，到底楚海信我要介绍啥货？我就去参考别人的干宝。咱的即个色格西小弟弟的即个初配信嘛是我有参考到的吼，就是参考做侪人的楚海信的，到底因的干宝拢做啥？我的干宝是用 PPT 做的啦吼，就是 PowerPoint 做的，对。嘛是豆豆甲伊用安尼，是我嘛毋知影要讲啥，你知无？因为我讲就要介绍好啦，就是照伊的一家色格西是用图片吼，袂歹哦。我是用 PPT 参考恁的计式，但是我无做甲你遐幼啦吼。我感觉讲一个大概就好主要是家己讲的话嘛。我就无囥搁做些物件，譬如讲去介绍咱看过这个漫画，拍比米拍比玻璃好，拍比米拍比玻璃好。我即摆想讲吼，我决定讲即个观众若即摆吼，我要用台语念因的名，尽量啦。就算是，是因为我即摆人，因为我感冒还袂好吼，所以袂当伤久无出现啦，所以嘛
你的我嘛袂晓念，我只是用台语的开口安尼准过呢。其实嘛无讲念了介照啦，但是你会感觉讲我敢若是用台语念的感觉，这是一种黑魔法，用开口准过吼。拍比咪拍比波，就安尼。像你着啉奶，就是一定要用台语念较趣味嘛。啊，你用华语念就拢失气啊，系啊。好，啊，所以好佳在会计有甲我讲，你还是要写个稿。哦，好。啊，无我真正可能初海时会更较讲无话，就是介绍过安尼准过安尼念，对。刷来讲到对，哦。再来，这个八音出场的这个念诗号的这个表演啊，我即摆到单我阁毋敢登去听，你知影？因为迄段我实在是想过美好去啊，想过舒适，其实无遐舒适，因为我阁爱拿起这个 keyboard 啊变身嘛吼搁爱搭这个诗号，吼搁爱准备啥有诶无诶，搁足紧张，所以我感觉表演遮管应该无够好啦。其实若讲事后来想，我可能想讲应该爱做一个，可能爱用录影诶啦，就是另外做一个表演专场安尼较好，对啊。啊是讲演现场诶嘛袂歹啦，佮家讲我是真正是现场会晓安尼念，毋是好难的哦，毋是事后收音的，对，我感觉还行啦，系啊，对，也个会使啦吼，好，其实到后壁上尾一趴就是大家 Q&A 嘛，到遐的时阵我的心情就较放互较冷啊，较松啊吼，咧讲话就较袂遐紧张啊。迄个时阵已经规身躯汗，啊，大家咧回答我的时阵，咧问我问题，我咧回答，我就家己的心情较了较定的，咧回答问题就较舒适啊，讲话就较舒适，较袂遐紧张。啊，互伊弄够就好啊。我的待机影片就是弄够了哦。袂歹啊，哪弄我哪讲，就是讲，安尼嘛袂歹吼，会当休息一下。就是讲吼，规个结束了，我讲敢若走马拉松走了迄种感觉，足喘的哈，毋足喘的就流足侪汗吼。系啊，迄汗吼，差不多大部分是凊汗，凊汗啦，凊汗。煞来后壁佫接即个歌会嘛吼。歌会了，我事后较听，就讲毋对，即个麦克安尼处理起来安尼袂使，因为我的声音的即个跨度伤过宽，就是细声甲大声差伤过济，所以一定爱重新做一个调整安尼啦。就煞来我就想讲吼，一定爱甲设备调互伊舒适。较开始做直播，所以我就开几6天的时间去搁定心去研究啊，安那拄安那，甲遮个豆弟弟啊处理又好，对啊，安尼像目前的声，即个麦克调起来就是有挂 compressor， 所以细声甲大声就袂差足济，嘛有挂 limiter 就较袂变去啦，对啊。无雄要来一个角色，就变去啊，系啊，安尼调了后，应该会较舒适啊。再来雄想着较好耍的物件，咱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讲，咱布袋戏啊，一般来讲啊，咱最爱用的物件就是爱有这个 echo 嘛。啊，我的这个软体，我会当随时切换这个 echo 出来。哦，比如讲这个，好吧，啊，这 echo 的声音就出来。啊，这 echo 佫有小可佫有无共款的，就是有较早期的啊，比如讲早期的伊亚苏啊，伊的这个 echo 的频段的作者啊，比如讲，你看这感觉是较佫较古早味，佫有分哦，公路的是用这是较普通的 echo， 啊，佫有调整一个啊，较晚天舞布袋戏，这可能有足侪人唔知啦吼，或者天宇布袋戏，他是黄文哲先生的双胞胎弟弟弄的，这是我的与众不同的部分。哦，比如讲这天舞啊，天舞你就是爱听。林林头为一桥，青天在古，人人共。哦，这个令我惊啊！嘿嘿，扯阿公，扯阿公啊！这个要老布袋戏迷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下来介绍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那个物件叫做天魔。如果我们遇到布袋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魔头的角色，那通常他们会用这种声音讲话。我的剧本这届丑害型的剧本啊，没机会登掉了。喂，就是这种声音，大家有听到无？对。对不？哦，就是这种声。这样连讲拿这个魔族之王出来，我的故事内底魔族之王，我就会用这个。一般来讲，魔王啊，魔啦吼，有分两种吼，这种是较低的吼。你若看这个。较早的天舞哦，有一个叫做魔空，它是属于比较嘛是魔族，但是它是比较妖精的那种，它的声音就是这样。来时间真正袂歹，啊，这就是安尼哈，袂歹，啊，这个是另外一种魔，就是它的配音是那种高的。不同的声音啊，这都是布袋戏普遍会用的技巧。因为吼，恁这个你变声变到一个坎站嘛吼，啊嘛是爱有一寡电子的这个物件来做一个变化，我感觉袂歹。但是吼，这有个讲翻头，讲到讲。你看，较早的人，伊嘛是会用电子来辅助这个配音嘛吼。但是伊的底啊，原来嘛是这个靠家己的声哨变出来的部分是较侪。啊，这部分就讨论到后壁，是毋是搁要讲到 AI 啊，对毋对？这个是另外一篇故事咯。这连讲啊，我应该是。这毋知会当讲无吼？这个我落尾这个月会甲人这个联动直播，我甲大家讲，阮会讲到 AI 嘛，啊那我的部分，我个想讲要甲这个 AI 配口碑这件代志杀出来讲，对。啊，今仔日就先莫讲太详细，然后我连讲。等到迄天的时阵，若讲哦，然后
轮着我讲的时阵，我就会讲较济，互大家听看卖。我对即个 AI 配拷贝的即个意见，敬请期待啦吼！期待迄天。好，今仔日要讲的代志应该差不多啊。要去对，火蛇已经写啦吼。好，安尼我就会当讲啊，就是伫火箭遐，要甲几个 VTuber 的朋友来讲 AI。安尼我的部分，我就可能会讲到 AI 配拷贝这件代志。对啊，足期待。那大家会当先去火箭的即个频道甲伊订阅咯，订阅、按赞加小铃铛吼。是讲咱已经开偌久啊？我毋知影要伫对看讲我开偌久啊？敢若会当看家己的时间，家己用药的吼。10点安尼较开1点钟去啊？对啊。你着啉啦，你会烦恼哦？袂啦，其实你会使去看一寡 AI 的文章啦，还是 AI 的影片，先有一寡想法，先有一寡想法。我感觉嘛会当讲讲一个主题啦，比如讲 AI 有足侪方向通讲嘛吼，你着讲，比如讲，我着想讲，我想要来讲 AI 配音这件代志，啊，你会当，你着拣一项讲就好啊嘛，失控，安怎失控？惊死！你会讲话讲甲起笑遐。好，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想要问？不该讲的。无你就写歌啊，嘛毋讲写歌啦，就是写一篇心得，写一篇家己想要讲的代志的心得安尼。我今仔日我就莫讲伤济 AI 的物件，因为我惊讲迄天讲落安尼个重复啊，就无好耍啊。对啊。今仔日因为声哨未恢复完全哦。对啊，袂啦。其实当然冤家是毋通啦吼，只是讲毋免，应该讲不但西哥会啊，一定会有的，那是我的主打呢。只是说我爱看讲，安怎讲，我一定会开一场全部拢布袋戏的歌会，这是100%，一定会8面的。只是爱拣一个时间，对。而且布袋戏的歌啊，嘛拢足歹唱的。对，好，喝个水，打鼓。打鼓就是喝水啊！我以后要把这个动作叫做喝水。参观众做伙玩哦，夭寿，唔通，冷静一下，冷静。当然，咱一定会是袂当讲拢暗算讲拢是咱的观众，一定是会有这个无共款的观众入来嘛，对啊，唔免去紧张啦，对啊。布袋戏歹唱啊，毋那是即个快歌啦，嘛毋那是 rap 啦吼，撇那个 rap 较少啦，即个金光迄边，即个黄日光迄边哦，
较济即种 rap， 较济较接，毋过金光迄边我较毋捌。其实布袋戏歹唱啊，是歹唱伫讲伊的即个伊的细节足济，细节变化啦，长音啦，是讲伊拖尾音的方式嘛，参一般的即个流行歌无共款。我的 rap 我 rap 足少啦，应该是无啥物机会。rap 毋是我会晓，毋是我咬的所在，对。那讲到即个布袋戏的歌词的发音吼，这就是足侪物件通啊讲啊吼。因为我是先知影布袋戏，先唱布袋戏的歌，先对吴定先生咧念口碑嘛吼。看面我可能较无法度，我真爱听啦，但是无法度唱，伤困难，爱搁练，嘿，有机会啦，有机会。好哦，煞来个讲布袋戏的歌词，因为我是先看布袋戏，较学台文的嘛吼。学台文了后，就是对布袋戏的歌词的发音，甚至讲是即个口碑拢较有研究。莫讲研究，即个词足叮当的吼，讲有较侪认识人捌啦吼，较理解要安怎发音较正确，但是。共即个时间，共即个时间，咱嘛会发现讲，有一寡发音有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将错就错啦吼，因为较早的人已经安尼唱啊嘛吼，我的看法是，莫伤过含，我可能会照伊安尼唱，对，因为你唱布袋戏，我大概拢。你敢知影哦？阮的戏迷有无吼？阮的戏迷耳孔其实足来哦。比如讲，你唱某物人的歌，你唱出来的时阵，你的发音若感觉小可怪怪，伊会感觉讲你不会，你唱错了。其实不一定是我们唱错了，是原本一开始那个人就唱错了，我们才是对的哦。阮开始对了，我要避免这种状况，所以。有诶，可能台文研究台文诶人会感觉讲我即种想法是不对诶，因为安尼就是甲错误诶发音安尼流传落嘛。但是我感觉这无法度流传落，就是流传落啊吼。咱只要想办法，咱若有法度，就是咱爱甲遮个新诶尽量甲伊健康诶发音甲伊传落，望以后会使。还有一种就是吴定先生伊再来，就已经念唔对了，也是讲伊，我袂当安尼，我袂安尼讲啦。我是讲，应该讲，因为伊嘛是一代宗师啦吼，所以有一寡发音，我感觉就是我会教伊，因为伊就是安尼念。就算讲我差无啦，但是这种状况其实无济啦，差不多9成的发音拢差有，但是部分。是吴文定先生伊家己安尼念，但是较少啦，这物件无济。比如讲，找寻的寻，这个字啊，其实无顺的发音，但是你若看布袋戏，伊100%一定是念顺。顺啊，就是找寻的寻，寻找的寻。我若是吸到布袋戏的物件。这个字我嘛是照念顺啊，安安普渡诸行大慈大悲无上妙法第一关，你好。我若一定吸到布袋戏，我一定是念这个顺但是你若讲打草惊蛇，这是为着要撇这个蛇无毋对，撇这个蛇无毋对，因袂当讲蛇，因干那会当讲蛇，布袋戏较接念蛇。这绝对是调工的，这无问题啦，这绝对无啥物问题。像我讲的迄个顺字，就是那正音应该是爱念sim嘛 ，sim，
啊，第五条心，较是对的吼。啊，但是应该无布袋戏的人会安尼念，对。啊，佮另外一字较常听到的，就是扫，就是公道伊有一个绝招叫做呼龙啸天嘛，呼龙啸天呐。打一下字，对，做戏人袂当念蛇啦，应该讲侠啦，因为这个跟甲因的迄个戏型有关系。迄个迄个叫做啥物？田都元帅是迄个有关系。田都元帅啊，有甲伊有关系啊。这字扫啊，我先讲无，我惊我等下袂记。这字扫，其实这字正音爱念小，就是 SIAU 第三条吼小。你若看黄立刚的金光布袋戏，伊就会念小。其实因这个音较是对的，但是黄定先生一定拢会念扫 ，SAU 第三条扫吼。这发音我嘛是差无，但是你若讲我吸到霹雳的物件，我一定是念扫。啊，佮另外一字啊，叫做讨，这字讨哦，这字讨字啊，其实爱念德啊。咱有一个台文界的这个一个台语的前辈，叫叶兆德嘛，这个字爱念德啊。确认一下，是毋是敢若德这个发音念德啊，还是德，还是丢，还是念丢，还是读？德丢。就是无迄个啥特这个发音啦，就是 THO 那个发音无，所以要安怎无法度，我当着的时阵，我就是会照黄德先生的发音念，对。黄德先生伊会念特。其实这个还好啦，因为你讲还有个地名叫仙角了，是不角那个不是，伊其实是念对的哦。仙角爱念仙角是对的，角就是爱角这个字就是要念角，这是正确的。角你若讲要写做迄个爱念角，仙角的角，这个角字本来的伊发音就是念角。KHIO 角，仙角是正确的，对。其实特吼有卡吗？我的手机是没有卡的，因为我有开手机啊，真的有卡哦，小转是不是？好。然后把我的一些吃 WiFi 的东西关掉，不要占太多频宽。好，应该好一点点了哈。因为我的手机有吃到 WiFi 啦，应该把那个可能会占到频宽了哈。这个经费不足，这个频宽好像也不太够。我的经费啊，讲的经费啊，其实买当来讲起来，限购这个皮安那来。迄个时阵，我就在想讲，我跟小师妹在想说，我们要找哪个会师？吹，我都把有曾经我跟他说，我一定爱找这个跟布袋戏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去找
网络上有画过这个布袋戏同人图啊，或者是曾经画过布袋戏角色漫画的这些绘师，就给他吹出来啊，一个过滤的，一个讨论的对啊吼。不过吼，我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布袋戏的画师啊，我这样讲好像有一点会得罪人。就是为了看娘啊，对不起，这个很政治不正确的话哦，就是比较画起来会比较女性气质一点，那还都不是符合选股这种粗犷的这种特色了嘛。啊，吹啊！我想讲，其实我还想已经想好啊，不然找蓝宝老师好了，因为我捌看过伊的画过布袋戏的迄种感觉吼。我感觉真好，所以后来就选择讲找蓝宝老师啊。结果蓝宝老师伊毋捌画过 VP， 伊嘛毋知啊。因为迄个时阵我楚海线时阵伊有讲过嘛，我有讲过，所以我就感谢伊讲伊我有问讲蓝宝老师你有没有画过 VP？ 他说没有。他说啊，你有没有认识那个会建模的老师？安尼。啊，他就去问朋友嘛，伊就问朋友啊，朋友来介绍两个，另外一个莫讲啊，因为伊想过无用啊，我就无排着了对啊吼，嘛毋是讲无排着，爱足久啦，伊的单啊，我想讲伊迄个时阵我搁足热的嘛，想讲要赶紧出道，啊，结果就无经伊，就经 SSL 老师，应该讲就是。拢有去问就对了吼，好啊，这毋是重点。啊，刷来就是啊，我看老师的风格我会当接受，所以讲我就去找一寡图啦，吼，找一寡伊就会当参考的吼，去互伊，伊就慢慢画出来。我甲带一个讲哦，安那有够符合我想要爱的物件安尼。阳光反射有机会啦，也是讲毋知我都行到迄个坎站无，我就甲仙姑即个形象，甲变做即个布袋戏翁啊，甲做出来。有啊，有另外一个 VTuber 叫做军冷色，军冷硕。伊就有即个想法啦，就想要甲伊的翁仔，伊的 VTuber 翁仔真做即个布袋戏翁仔对。那个不叫 1.5 版本的哦，这个叫做3D 化，这个叫3D 化，好不好？3次元化，这个比3D 化更进阶，3次元化。对啊，实体版，好笑啊！毋过要行到迄个坎站，搁足久的啦，毋知几多年，毋知迄个什么时阵，到我都达成这个愿望啊。但是这个会，这有一寡，我嘛咧想讲，这个会有。也会有一种曝光的风险，你知道吗？就是讲，咱咧全世界，应该讲全台湾，敢若我有迄身翁仔嘛。啊，我若有一天摕迄身翁仔出去耍的时阵，大家讲哦，你选股哦，然后惨嘛，你选股哦，哦，你是选股对不对？哦，随这个随别空，你一定是选股。看到一个查甫人啊，摕仙姑的翁仔出去，大家拢知影是仙姑，安尼就别空啊，做 VTuber 就无意义啊，只好推给小师妹，可以哦，对啊，咱的终极人就安尼就暴露啊，对啊。这就敢若会当叫小师妹举出去吼，叫伊人啊，
伊就是小师妹讲出去，啊，我就是放一支下一个麦克，嘛毋是麦克，下一个喇叭伫伊的身躯啦吼，啊，我就徛远远，啊，夹迄个麦克伫边仔头讲，安尼伊咧人的时阵，伊咧人迄身红啊，我就会当讲话伫，我徛差不多徛100公尺，看伊咧人，我就讲话安尼。啊是讲我伫厝啦吼，啊叫伊炸即个镜头出去，我看到人我就讲话安尼。即技术上有真侪困难，啊，莫想啊济啊，红仔要做会出来，做袂出来的，对啊，你会当先去学夹红仔，去找超偶师傅甲你教。我甲你找啊，我有熟悉啊。我有一个朋友咧做野台戏的，佢会甲你教讲安那人红啊。咪里面的布袋戏，对。对啊，我觉得做出来一定超帅的。我会当想讲吼，我有先想过，就是讲，啊无先找迄个做 cos 的，啊帮我做先甲迄个韩国的即个手套有无？即两支手啊，先甲做出来啊。连讲啊，我要开镜头啊，要现身的时，要现即个手的时阵，我就挂迄个手套，韩国的手套，安尼敢若袂歹哦。安尼会当先来开募资条，好，我先来募资即个做韩国的手套，连讲直播开画面哦，啊用迄个挂迄个手套，啊来算介绍即个桌游哦，介绍桌游，嘿，因为我嘛真爱算桌游啦，对，桌啊，无人讲是桌啊算嘛会使，做侪讲法咧，桌顶游戏嘛，啊简称就叫桌游，道游啦，啊有人讲桌啊算啊，桌啊伊啊，什么货？桌顶游戏。好哦，哦，先来蹭片一下，对啊，我桌仔算足济啊，我收藏足济。其实嘛袂当讲济呢。哦，因为我是用鲁贝克哦，所以我的迄个，因为我拢足接讲吼，唱歌的时阵会袂记只关 BGM 嘛。啊，我就想一个方法，就是甲我的麦克甲 BGM 夹做伙。我只要麦克开，我的 BGM 就会行就对啊。我卡拄仔为着要唱片，我就甲麦克关起来，所以 BGM 会做伙关起来。我阁无想到啊！我即摆咧讲话的时阵，我的耳孔嘛听会到 BGM 嘛。
我安尼我就会记得讲，要唱歌的时阵爱甲 BGM 关开，因为安尼我一定会记，我绝对袂放袂记，安尼就足舒适啊，对。我是用我是用这个 loopback 声卡的 loopback 的功能，所以我即摆规个电脑内底的声啊，拢会透过这个麦克造出来，对啊，搁无想到啊，但是嘛，我原底 OBS 内底 BGM 嘛是搁伫的啊，嘛是会当放啊，对啊。原来会使啦，对啊。原来因为你咧用 OBS 放即个 BGM 的时阵，你一定大部分拢袂听到嘛。除非你有设监，你有甲设监听，你甲监听会到嘛。你若无设监听，你就足够袂记你关起来，嘿啊。无啦，这无介复杂嘛，这简单尔，应该伙计嘛拢知嘿啊。大家做伙讨论啊，对啊，这伙计嘛拢会晓，应该讲伙计会晓物件，佮比较较济种，我想要家己即阵啊，较热啦吼，啊就家遮物件拢研究起来，好哦，我感觉会使休困啊，这个声吼，爱互伊休困者，啊个因为感冒嘛。感谢，安尼爱先甲大家讲晚安哦。好，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个讲拜拜啊吼。罗真上，罗真，我嘛袂晓念你个名。你好。阿曼啊，设计师阿曼，我的喵喵最可爱了，鸟味古水阿曼，小树莓阿曼，你着啉来阿曼，大家阿曼，对，大家阿曼，多谢恁大家来陪来我的直播吼，好，大家阿曼啊对，我袂记你讲我的标题啊吼，我的标题啊写讲后日谈等于连刚才讲，什么意思？后日谈呐，就是咱是日语嘛，吼啊后日谈，你若直接用台语念叫做后日谈嘛，安尼听起来就讲啊无后日较淡嘛吼，连刚较讲啦，后日较讲啊，是后或者是后天才讲啊吼，是这个意思啊呢，毋过毋知大家听有无？好，安尼无代志啊。通啊来，哎呀，连讲讲，好，安尼，咱们大家晚安，拜拜，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哦。
再会，有闲再过来，拜拜。